請議員就座。請議員立即就座。法案首讀。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法案二讀。財政司司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行政長官喺上個月發表今屆政府第一份嘅施政報告，宣布一系列涉及600億元嘅新政策。我會提供財政資源作出全面嘅配合。喺呢份財政預算案，我會就推動經濟、優化人力、投資基建、關顧民生4方面提出一啲建議，並就社會未來高齡化嘅挑戰提出一啲思考方向。今年預算案一籃子嘅措施對經濟嘅提振作用會達到1.3個百分點。我希望呢啲措施不單只能夠推動經濟嘅增長、投資未來，亦都能夠增加就業、改善民生，回應唔同階層市民嘅訴求。今年係我擔任財政司司長嘅第6個年頭，我好榮幸喺過去5年能夠喺充滿挑戰嘅環境下為市民服務，處理香港嘅經濟、商貿、財政、金融、土地同埋發展事務，同大家一齊抵禦外圍嘅衝擊，穩住我哋嘅經濟基礎，保住打工仔嘅飯碗，維持市場嘅投資信心。此時此刻，我係抱住戰戰兢兢嘅心情，迎接未來5年嘅工作。我知道現時香港嘅內部同外圍環境都充滿挑戰，工作會係困難重重嘅。我會繼續盡我所能，推動經濟發展，俾香港市民能夠安居樂業，創造一個關懷弱勢、公平兼有公義嘅社會。2012年外圍環境係不景氣，全年基本上都維持住外貿不振，但係內需穩健嘅格局。受先進經濟體需求疲弱嘅拖累，整體經濟一直以低於趨勢嘅速度增長，全年只增長1.4%，遠低於過去10年4.5%嘅平均數。歐美經濟基調疲弱，影響咗亞洲區內貿易往來。香港嘅貨物出口自2011年第二季開始轉差，喺2012年上半年弱勢持續，直至下半年先至稍見好轉。貨物出口喺去年全年實質僅有1.3%嘅輕微增長，服務輸出亦都俾外圍形勢拖累，喺年內放緩，全年實質增長只有1.2%。香港內部經濟嘅環節喺2012年保持平穩發展，受惠於高就業同埋收入有改善，私人消費開支全年實質增長4%。營商氣氛雖然係較為審慎，但係建造工程同機器設備購置活動保持活躍，帶動整體投資喺去年進一步飆升9.1%。去年年初，我見到香港嘅經濟面對巨大嘅下行風險，所以喺上一份財政預算案推出一籃子刺激經濟嘅措施，對經濟增長有1.5個百分點嘅提振作用。呢啲措施主要係支援中小企，幫助市民保持就業同埋減輕經濟放緩嘅影響。勞工市場喺2012年保持穩定，失業率自年中3.2%嘅低位，只略為回升至到最新嘅3.4%，仍然屬係全民就業。經濟雖然低速增長，最低工資嘅推動效應亦都有所消退，但係市民嘅薪酬仍然有實質嘅改善。2012年首3季嘅薪金同工資分別平均按年上升6.7%同5.9%，扣除通脹之後，
分別實質增加2.5%同1.9%。通脹自去年年初持續回落，一方面係由於國際食品同商品嘅價格由高位回軟，加上主要進口來源地嘅通脹降溫，令到輸入通脹壓力有所緩和。另一方面，本地成本壓力亦都隨住經濟放回而稍為減退。整體通脹率從2011年第三季6.4%嘅高位，回落至到2012年第四季嘅3.8%。2012年全年嘅平均係4.1%。撇除政府一次性措施嘅影響，基本通脹率由2011年第四季嘅6.4%嘅高位，回落至到2012年第四季嘅3.8%。2012年全年嘅平均呢就4.7%。2013年會係充滿挑戰嘅一年。美國雖然喺解決財政問題方面取得一啲進展，但係復甦嘅步伐仍然係緩慢。歐債危機暫時穩住，但係當地經濟已經陷入衰退。日本面對債務高企，刺激經濟嘅措施未知能否令到經濟可以回復增長。喺全球經濟嘅宏觀層面，低速增長嘅格局未變，下行嘅風險仍然存在。先進經濟體持續不景嘅狀況，紛紛進行量化寬鬆，對市場係造成波動，資金泛濫，流向難測。保護主義亦都會隨時升溫，再加上世界各地多處地緣政治嘅因素，令到環球貿易展望係蒙上陰影。喺未來一年，外圍環境仍然錯綜複雜，充滿變數，全球都要準備面對貨幣戰、貿易戰同埋地緣政治戰三大戰場。香港作為高度開放嘅小型經濟體，三個戰場都會為我哋帶嚟一定嘅影響。亞洲區經濟基調良好，而內地經濟自從去年第四季已經重拾增長嘅動力。只要先進經濟體嘅需求唔再出現急劇嘅惡化，香港對外貿易應該係有所改善。本地方面，勞工市場大致保持穩定，本地消費應該可以保持溫和嘅增長。此外，建造工程維持升勢，訪港旅遊業依然蓬勃，繼續係今年推動內需嘅動力。我預期今年整體經濟會較去年略有改善，預測今年全年本地生產總值有1.5%至3.5%嘅增長，仍然係低過過去10年嘅平均增幅，而失業率會有上升嘅壓力。通脹嘅走勢取決於內外環境同埋總體嘅需求。外圍方面，環球流動資金泛濫，國際商品同資產價格嘅上升風險係不容忽視。加上歐美日新一輪嘅量化寬鬆措施，有可能引發另一輪輸入嘅通脹。本地方面，隨住經濟低速嘅增長，工資壓力已見緩和，但係今年年中最低工資上調，加上租金依然高企，通脹喺今年仍然有上行嘅風險。我預測整體通脹率喺2013年全年嘅平均係4.5%，基本通脹率咧係4.2%。現時世界嘅經濟動力核心移至亞洲，香港應該乘住呢個新格局，利用本身嘅獨特優勢，拓展商機，令到香港嘅經濟可以更上一層樓。喺諮詢期間，唔少人提及政府喺市場經濟發展中嘅角色，佢哋普遍都認同自由同開放嘅經濟發展模式係香港成功嘅關鍵，必須保持。我哋一直維持簡單嘅稅制、低稅率，一直係審慎咁控制開支，將大部分嘅財富留喺市場同埋大眾嘅手上。企業家、投資者同普羅市民都可以自由營商、投資同埋就業，令到有限嘅資源可以更有效咁運用。呢個唔代表政府係完全處於被動。長久以嚟，政府喺市場經濟中一直係擔當重要嘅角色，尤其是喺市場失效嗰時，政府係將市場回復平衡，令市民可以分享經濟發展嘅成果。政府係公共服務嘅提供者、公共資源分配嘅調停者，以及跟其他政府磋商嘅談判者。
對我嚟講，政府嘅參與跟市場嘅運作係相輔相成嘅概念。要注意嘅係兩者點樣配合，點樣平衡對社會嘅代價同對社會嘅利益。現屆政府會繼續倚仗市場嘅力量，以理性同務實嘅態度，配合市場嘅敏鋭觸覺，走緊發展嘅機遇，創造更好嘅營商環境，使香港嘅經濟喺固有嘅優勢同埋基礎上邊繼續蓬勃發展。經濟政策嘅終極目標唔係追逐數字，而係擴大整體經濟嘅規模，推動社會全面嘅發展，為普羅大眾創造更多營商同就業嘅機會，俾所有嘅市民都可以實現理想，改善生活。與此同時，政府亦都會透過適當嘅政策同措施，將社會嘅資源有效咁再分配俾有需要嘅人士，提供適當嘅舒緩，協助佢哋自力更生。為咗推動未來經濟發展，我哋要喺兩方面努力。首先，我哋要促進跟內地嘅經濟融合，把握好內地市場發展嘅機遇。我哋對中國嘅龐大市場有深入嘅認識，政府會好好利用所有 G2G 嘅平台，協助香港企業拓展內地嘅業務，引領海外嘅資金進入內地嘅市場，同埋支持內地企業走出去。同時，我哋更加要保持香港國際都會嘅特色。我哋需要認清楚香港最大嘅優勢係我哋擁有完善嘅司法制度、公平嘅競爭平台以及優越嘅營商環境。我哋係一個重視自由、法治、廉潔等核心價值嘅社會，能夠跟國際制度接軌。我哋會協助香港嘅企業深化傳統嘅市場，發掘新增嘅漲點，開拓更加多新市場。行政長官宣布成立嘅經濟發展委員會係政府配合市場嘅力量，推動經濟發展嘅新平台。就推動經濟發展集思廣益，提出策略同埋政策，檢視產業結構以及研究輔助產業發展所需嘅措施。第二方面，香港必須要擴大同埋深化支柱產業嘅優勢，保持香港嘅競爭力。我哋亦都要支持新產業嘅發展，令我哋嘅經濟基礎更加多元化、更加紮實，讓年輕嘅一代有更多嘅就業選擇，發揮所長。傳統支柱行業係香港經濟發展嘅主要動力，喺國際上擁有明顯嘅優勢，具備優越嘅競爭力。而家四大支柱產業包括貿易和物流業、旅遊業、金融業同埋工商專業服務，一共聘用170萬名僱員，佔香港勞動人口48%，貢獻本地生產總值59%。支柱行業嘅基礎穩健，有好大嘅槓桿效益，能夠同時帶動相關行業同埋就業市場。接落嚟，我會介紹進一步發展4個支柱行業嘅一啲措施。貿易和物流業整合唔同嘅經濟同生產活動，造就大量不同學歷、不同技能同資歷要求嘅就業機會。整個行業目前僱用員工77萬人，佔本地生產總值嘅1/4，係4個支柱行業之冠。由於市場需求嘅變化，物流業正朝住高增值服務嘅方向發展，成為高價值貨物嘅區域分銷中心，有別於以往只係負責運送組件、半製成品或者製成品嘅操作。香港具備快捷有效嘅多模式聯運網絡，享有自由港嘅地位，同埋保護知識產權嘅良好法制。喺處理同分銷高價值貨物到區內市場方面係佔有優勢嘅。我哋靈活及高效率嘅物流企業能夠提供高增值嘅度身訂造服務，迎合顧客喺供應鏈管理方面嘅不同需要，具有進一步擴展區域業務嘅潛力，鞏固香港作為物流樞紐嘅地位。我哋需要建造物流業專用嘅設施，發展物流業高增值服務，縮短運作嘅時間，同埋降低物流及庫存嘅成本。我哋喺青衣已經預留咗一幅約2公頃嘅專用物流土地，將於今年上半年推出市場。我哋亦都計劃喺屯門西劃定一個10公頃嘅土地，用作發展物流設施，
俾物流業唔同嘅工序同埋服務公司可以集中一起，形成高端嘅服務群組，產生協同效應。屯門西係發展物流服務群組嘅理想地點。隨住屯門至到赤鱲角連接路喺2018年竣工後，屯門西往機場只需要10分鐘。我哋會就屯門西用地作可行性嘅評估，之後再分階段推出市場。青衣同屯門西嘅物流設施建成後，將可以提供超過30萬平方米樓面嘅面積，7500個不同工種嘅新就業機會，以及每年超過30億元嘅經濟收益。自從美國911事件之後，世界各地都收緊空運貨物安檢嘅要求。香港貨運及物流營運商應該及早準備，喺貨運安全同埋管理兩方面提高佢哋喺國際間嘅認受性，利便香港出口嘅貨物喺外地清關，維持香港作為物流樞紐嘅優勢同埋競爭力。香港海關已經喺去年4月正式推出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計劃，按照國際嘅準則，為內部安全同管理系統健全嘅本地公司進行認證，使佢哋付運嘅貨物可以享通關嘅便利，包括優先清關同埋減少檢查嘅程序。海關已經聯絡其他海關當局，爭取互認同類嘅計劃，俾本地認證嘅公司喺境外係能夠得到相應嘅優待。海關會增撥資源，加強推廣，鼓勵更多公司參加呢個計劃，並會推動互認嘅機制。為咗提升本港嘅對外運輸網絡，我哋係會繼續加緊規劃同埋推行海陸空交通運輸基建工程嘅項目。有關喺青衣西南部興建10號貨櫃碼頭嘅建議，我哋而家現正進行研究，探討建議嘅技術可行性，以及評估對環境嘅影響。我哋亦都正在進行香港港口發展策略2030研究，更新港口貨運量增長嘅預測，同埋探討點樣更善用現有港口嘅設施，配合未來嘅發展。預期2項研究將於今年上半年完成。我哋會因應研究嘅結果、經濟情況同埋持份者嘅意見，考慮興建10號貨櫃碼頭嘅需要。陸路運輸方面，港珠澳大橋嘅本地工程預期喺2016年完工，配合主橋嘅通車，藉住大橋嘅聯繫，香港、珠海、澳門同深圳將會建立起策略性道路網。珠三角西部係會納入香港3小時車程可達嘅範圍內，屆時來自珠三角西部、廣西省以至周邊嘅國家，好似鄰近嘅越南、泰國等嘅地區嘅貨物，都可以使用本港嘅機場同埋貨櫃碼頭，有助鞏固香港作為貿易、物流同航空樞紐嘅地位。喺航空方面，香港機場管理局已經開展3跑道系統嘅環境影響評估同埋其他相關嘅規劃，預計3跑道系統可以應付最少至到2030年嘅航空交通需要。等到相關資料齊備之後，政府會就落實發展3跑道系統作出決定。協助本港企業開拓新嘅市場，促進貿易往來，推動經濟發展係政府一個重要嘅角色。呢方面嘅工作對現代貿易物流業尤其重要。喺國家嘅大力支持下，香港已經向東南亞國家聯盟提出加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協助業界進一步開拓東南亞新興嘅市場。東盟成員國而家正在進行內部研究同埋諮詢，我哋會繼續游說工作，並會跟香港貿易發展局同本地業界舉辦更多商務考察團同埋研討論壇，促進本港同東盟業界之間嘅聯繫同埋了解。香港喺開拓新興市場方面嘅努力已經漸見成效。過去5年，香港同金磚5國嘅 G2G 往來大增，貨物貿易亦都大幅增長，超過40%。當中同印度嘅雙邊貿易累計升幅超過90%，而同俄羅斯嘅貿易更加增長1倍半。
我哋會繼續努力向新興市場宣傳香港，加強貿易嘅聯繫，令到我哋嘅出口貿易係更加多元化。旅遊業係香港另一個經濟嘅支柱，聘用23萬人，貢獻本地生產總值4.5%。2012年訪港旅客總數係超過4800萬人次，較2011年增加16%。喺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嘅情況下，跟入境旅客有關嘅總消費仍然係有16.5%嘅增幅，超過3000億元。旅遊業興旺無疑係為香港嘅口岸設施、酒店、旅遊景點以至購物商場係帶嚟壓力。要令到旅遊業健康發展，我哋需要喺旅遊基建、酒店供應、市場推廣、服務配套等多方面係再下功夫。去年我宣布政府會研究進一步發展海洋公園同迪士尼樂園。海洋公園喺2012年奪得全球最佳主題公園大獎，係亞洲第一個主題公園得到呢一項殊榮嘅。為咗進一步加強設施，海洋公園已經落實喺大樹灣興建全天候水上樂園，政府會提供23億元嘅貸款，使計劃能夠盡快開展。我哋會喺未來數月向財委會申請撥款。迪士尼樂園亦都會喺未來幾年推出新穎嘅夜間大巡遊，並且落實興建全球首個以 Marvel 即係漫威漫畫英雄為主題嘅新園區。呢啲新項目將由樂園嘅營運盈餘提供資金。與此同時，海洋公園同迪士尼樂園亦都會積極籌備興建酒店，為旅客提供更佳嘅配套服務。啟德郵輪碼頭嘅碼頭大樓同首個泊位將於本年嘅年中啟用。6月12日，載客可達3840人嘅海洋水手號將首泊啟德郵輪碼頭。我哋現時正全力作出準備。我哋同時同旅遊發展局正積極推廣郵輪旅遊，並同業界同鄰近嘅港口合作，探討航線開發同區域合作嘅事宜，發揮亞太地區郵輪旅遊嘅發展潛力，吸引更多高消費嘅旅客來港參加郵輪旅遊，鞏固香港作為區內郵輪樞紐嘅地位。增加酒店嘅供應係有助我哋提升接待能力同埋服務質素。而家全港共有超過210間酒店，提供超過67000間房間。政府一直多管齊下增加酒店房間嘅供應，包括推出只作酒店用途發展嘅土地等。截至2012年年底，地政總署已經批出13宗重建或者改裝工廈作酒店嘅申請。預計今明2年新酒店房間嘅供應會增加大約1萬間。去年我亦都宣布過延長盛事基金嘅運作。過去基金已經資助多項國際矚目嘅大型活動，包括香港龍舟嘉年華同埋香港高爾夫球賽嘅公開賽等等。我哋會繼續透過基金資助更多喺香港舉辦嘅國際級盛事。除咗按原有機制資助本地非牟利團體舉辦盛事之外，有見鄰近城市近年主辦1級方程式賽車、NBA 籃球海外賽等等嘅活動，我哋會繼續以進取嘅態度爭取舉辦更多嘅盛事。未來幾年，隨住大型旅遊設施相繼落成啟用，加上透過盛事基金同以其他形式舉辦嘅大型活動，我相信旅遊業係可以持續興旺嘅，帶動其他嘅服務性行業嘅增長，包括餐飲、零售、運輸業等，創造大量嘅就業機會。香港係國際嘅金融中心，金融業係我哋經濟嘅大動脈。金融服務業僱用23萬人，係佔整體勞動人口嘅6%，對本地生產總值嘅貢獻有16%，係一項高增值嘅行業。更加係不同專業同服務行業嘅主要服務對象，並且帶動其他嘅消費行業。維持金融業嘅優勢係發展經濟嘅重要環節，而拓展金融業嘅重點在於促進業務同埋產品嘅多元化。香港嘅基金管理總資產值係超過9萬億港元，
係亞洲第2位，國際經濟重心係東移，亞洲已經成為世界財富增長最快速嘅地區之一。我哋會把握時機，進一步發展基金同資產管理業。為咗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嘅地位，我哋會提供合適嘅法律同埋監管框架，清晰而又具有競爭力嘅稅務環境，吸引更多不同種類嘅基金公司，以香港作為基地，擴闊基金業務嘅種類同埋範圍，帶動對資金管理、投資顧問、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嘅需求。為咗吸引更加多私募基金嚟香港開展業務，我哋建議將豁免離岸基金繳付利得稅嘅投資範圍擴大至到包括買賣喺香港冇物業或者業務嘅海外非上市公司，俾私募基金亦都享有離岸基金嘅稅務豁免安排。我哋會就相關稅務條例嘅修訂同細節諮詢公眾。香港註冊嘅基金現時只能夠採用信託形式。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哋應該為業界提供更靈活嘅營商環境，切合市場嘅需求。我哋正研究修改法例，引入基金業越趨普遍嘅開放式投資公司形式，吸引更加多傳統同對沖基金以香港為基地。我哋正與監管機構商討有關嘅法律框架同埋監管架構，建議擬定後就會諮詢公眾。為咗擴大香港基金業嘅銷售網絡，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正同內地相關嘅機構研究建立內地同香港基金嘅互認安排。呢個安排有助吸引外國嘅基金嚟到香港註冊，帶動投資管理、銷售等相關專業嘅發展。另外，政府已經向立法會提交咗2項條例草案，提升香港發展伊斯蘭金融業務嘅競爭力，同埋協助發展本港信託服務業。隨住內地財富迅速咁增長，同埋資本項目嘅穩步開放，內地資金投資境外金融市場嘅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即係 QD 嘅制度，可望進一步放寬。呢方面嘅發展將有助推動本地私人財富管理業務。香港嘅私人銀行嘅數目由2007年年底嘅27間增加至到而家嘅41間。為咗配合私人財富管理行業嘅發展，特區政府同監管機構會繼續支持業界籌組行業嘅組織，推動資格認可同埋加強從業員嘅培訓。政府正在爭取喺今年之內就成立獨立嘅保險業監管局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使到保險業嘅規管體制同國際嘅做法看齊，促進保險業嘅發展同埋保障保單持有人嘅利益。亞洲區內有唔少具規模嘅企業，都希望係以經營專屬嘅自保業務，承保本身嘅業務風險。為咗吸引更加多企業嚟香港成立專屬自保公司，我建議寬減專屬自保公司離岸保險業務嘅利得稅，跟而家適用於再保險公司嘅稅務優惠看齊。將具規模嘅專屬自保企業結集喺香港，係可以帶動其他關聯嘅業務，包括再保險業務嘅發展，令到香港嘅風險管理嘅服務係更加趨多元化。香港係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效率嘅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擁有全球最大嘅離岸人民幣嘅資金池，人民幣存款同埋存款證嘅餘額喺2012年年底合共7200億元人民幣。我哋亦都為全球各地嘅企業同金融機構提供平台，進行人民幣嘅支付、融資同投資等不同嘅金融活動。2012年經香港銀行處理嘅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超過26000億元人民幣，按年上升37%，佔內地以人民幣結算嘅跨境貿易總額超過90%。人民幣債券市場持續發展，截至2012年年底，喺香港發行嘅人民幣債券未償還嘅餘額累計係超過2300億元人民幣，
係比2011年年底增加62%。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即係 RQFII 計劃，喺2011年年底推出之後，離岸人民幣投資產品嘅種類係有所增加嘅。其中追蹤 A 股市場嘅交易所買賣基金備受市場嘅歡迎。我哋會繼續同內地相關嘅部委保持溝通，盡快落實下一階段擴大 RQFII 嘅安排，包括將合資格嘅香港金融機構加入去為試點嘅機構，促進人民幣資金嘅循環同埋投資產品嘅多元化發展。我哋會繼續加強本地市場嘅基建，跟世界各金融中心保持緊密嘅聯繫，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喺國際結算、融資同投資方面嘅應用，鞏固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嘅地位。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剛剛喺1月初就巴塞爾協定3嘅流動性監管標準頒布咗修訂嘅細則，採用漸進嘅方式喺2015至2019年內實施新嘅流動性監管標準。金管局而家正在評估有關修訂對香港銀行業嘅影響，擬定相關嘅實施方案，並就有關嘅建議諮詢業界，務求制定切合香港金融市場同埋營商環境嘅規則，促進市場體系嘅穩定。自從政府債券計劃喺2009年推出以嚟，一直為市場有系統咁提供政府嘅債券，有效咁吸引本地同海外投資者參與香港嘅債券市場，擴大投資嘅基礎。截至到今年2月初，計劃下未償還債券嘅總額約為700億港元。鑑於全球金融市場嘅形勢，投資者同金融機構對亞洲同其他新興市場嘅優質公債，包括港元嘅公債嘅需求持續增長。我希望政府債券計劃嘅規模可以達到環球基準債券指數認可嘅水平，吸引更加多投資者參與。為咗進一步推動債券市場嘅持續發展，我建議將政府債券計劃嘅規模由目前嘅1000億港元提高至到2000億港元，滿足未來5年嘅預期發行需要。我哋稍後會向立法會提出修訂嘅議案，提高政府債券計劃可以借入款額嘅上限。喺政府債券計劃之下，政府2度推出通脹掛鈎債券，即係 iBond。去年發行嘅 iBond 申請總數同總額都創本地零售債券嘅紀錄，反映投資大眾對零售債券嘅認識同埋興趣已經係有所提高。為咗凝聚零售債券市場嘅發展動力，我建議喺政府嘅債券計劃之下，再發行一次不多於100億港元嘅 iBond， 以本地居民為發行嘅對象，年期係3年。每半年派發一次同最近6個月通脹掛鈎嘅利息。金管局稍後會公布發行嘅細節，但我必須要指出，呢個係針對現時市場低息環境嘅一項非經常嘅措施。長遠嚟講，政府係不會局限於發行某一種特定嘅形式嘅債券，而會發展唔同嘅債券，使到香港嘅債券市場呢係更加多元化。過去10年，香港銀行設立嘅網上銀行帳戶嘅數目平均每年增長22%，而家已經超過800萬個。經網上銀行處理嘅交易額平均每月係大約係4萬億港元。市民透過新興嘅網上同電子支付平台購物同埋結帳係越來越普遍。發展電子支付工具同零售支付系統係可以提高企業，特別係零售業收付過程嘅效率，帶動本地企業開拓環球銷售網絡同埋其他輔助嘅行業，包括電子交易服務、電腦系統等等嘅發展。我哋現正研究修訂法例，訂立同埋實施儲值電子貨幣牌照嘅制度，並且賦權金管局監管相關嘅零售支付系統，建立健全嘅規管制度。全球金融市場發展迅速，我哋需要對市場有認識嘅專才為政府出謀獻策。
行政長官宣布成立嘅金融發展局係一個高層次嘅跨界別諮詢組織，就點樣發展同推廣香港金融業，進一步強化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向政府提供意見同埋建議。工商業支援同專業服務係香港經濟另一支柱嘅產業，僱用大約係47萬人，佔本地生產總值嘅12%，涵蓋各式各樣為商業活動提供嘅專業同支援服務，包括法律、會計、建築、工程、規劃、測量、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技術測試、產品研發同分銷、市場研究、會議展覽、資訊科技等等。香港嘅工商及專業服務，除咗服務本地企業之外，亦都有輸出服務到內地同其他亞洲地區。我哋係會繼續透過有關嘅 G2G 平台協助業界。根據12.5規劃，國家將加大力度發展現代服務業，將服務業嘅比重喺2015年提升4個百分點。呢4個百分點嘅規模係遠超香港一年嘅本地生產總值，為香港業界係帶嚟龐大嘅商機。為咗完善 CEPA 機制，行政長官亦都宣布過，特區政府會同國家商務部設立聯合工作小組，協助業界解決喺 CEPA 之下進入內地市場時遇到嘅困難。強化傳統優勢之餘，我哋亦都要大力支持開拓新興嘅行業，俾經濟進一步多元化，使香港更加能夠適應不斷轉變嘅國際經濟格局。政府喺過去幾年推動6項優勢產業，呢啲產業一共係僱用42萬名員工，佔全港勞動人口嘅12%。6項產業嘅生產值係佔本地生產總值嘅8.5%。政府係會繼續留意本地新行業嘅發展，積極為具潛力嘅行業提供適當嘅輔助，俾佢哋能夠茁壯成長。喺扶植新興行業方面，政府同業界付出唔少努力，取得一定嘅成績。其中文化及創意產業係佔本地生產總值嘅比例係逐漸咁上升嘅，接近5%，而且聘用咗19萬人。業界取得嘅國際獎項更加係多不勝數。除咗電影業之外，其他有關嘅行業亦都有顯著嘅表現。雖然過去幾年全球經濟放慢，本地設計及建築業嘅經濟收益至到2011年嘅5年間，平均每年增長20%，從業人數平均每年增長超過5%。此外，本地嘅廣告公司去年喺3個唔同嘅國際廣告製作比賽之中，係一共奪得60多個獎項。喺2011年，本地企業用於廣告方面嘅支出係超過350億，比上一年係上升16%。本地廣告業嘅持續興旺，整個行業係僱用18000名員工，經濟收益達到68億。隨住內地經濟持續增長，內需市場嘅龐大，香港嘅文化及創意產業發展嘅潛力巨大，我哋係會繼續大力支持業界開拓更加多商機同埋更加多市場。近年亦都有唔少藝術展喺香港舉行，吸引世界唔同地區具規模嘅畫廊嚟參與。今年喺香港舉行嘅國際級藝術展，包括首次嚟到亞洲嘅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呢啲大型活動係有助凝聚海外同本地藝術行業嘅持份者，增進互動嘅交流。成功嘅藝術展係可以促進本地藝術文化事業，並且展示香港作為國際藝術都會嘅潛力。為咗培育本地嘅藝術家，推廣視覺藝術嘅發展，我哋正將位於北角油街嘅前皇家香港遊艇會會址改建為視覺藝術展覽及活動中心。我亦都建議額外撥款5000萬元俾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購藏本地視覺藝術家嘅優秀作品，並且委約佢哋為公共藝術計劃嚟作出創作，作公開嘅展覽，藉此提高本地藝術家嘅知名度，將佢哋嘅作品帶到藝術市場。目前亦都有唔少國際權威學者喺本地大學進行研究，建立香港嘅科研同開發能力。
大學同企業嘅頂尖研究員屢獲殊榮。以去年為例，56名香港科學家獲國家科學技術部納入國家科技計劃專家庫，可以參與國家科技計劃項目嘅編製同埋評審工作。喺國際方面，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嘅項目上肢互動機械訓練系統喺2012年第40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奪得至高榮譽大獎，成為首項獲此殊榮嘅香港發明。我認為，如果我哋可以將研發成果轉化為具市場潛力嘅商品，結合工業生產，本地嘅科技發展係可以為香港經濟作出更大嘅貢獻。為咗推動技術轉移同實踐研發嘅成果，6所大學分別已經成立咗技術轉移嘅部門，處理科研成果商品化嘅複雜過程。我建議由2013-14年度起，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向呢6所大學提供3年嘅資助，每所大學最高可獲撥款1200萬元，支持佢哋技術轉移部門嘅工作。科技及商品研發係會帶動知識產權貿易嘅發展。香港擁有健全嘅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有足夠嘅條件發展成為區內嘅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會領導一個工作小組，研究推廣香港作為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嘅整體策略。中小企係香港經濟同就業市場嘅支柱，佔全港企業嘅絕大多數，聘用超過120萬名員工，佔私營機構總僱員人數嘅一半。喺出口市場持續疲弱同埋外圍經濟充滿挑戰嘅環境之下，我哋會喺6方面協助本地嘅中小企籌集資金同埋開拓新嘅市場。一，我建議將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特別優惠措施嘅申請期延長1年，至到2014年2月底。政府喺去年提供咗1000億元嘅信貸保證額，俾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推出有時限嘅特別措施，以優惠嘅擔保費提供較高嘅80%擔保比率。有關措施喺2012年5月推出以嚟，業界反應係良好嘅。至到1月底已經批出超過5400宗申請，超過4000家企業係受惠，涉及嘅貸款額係超過240億元。2，我會繼續透過去年6月推出總值10億元嘅 BUD 嘅專項基金，協助香港企業升級轉型、發展品牌同埋拓展內銷嘅市場，提升喺內地市場嘅競爭力。基金至今已經收到超過500宗嘅申請。3，貿發局會喺北京同廣州以外嘅城市開設更加多香港設計廊，提供平台俾香港嘅企業，尤其是係中小企展銷佢哋嘅產品，協助更加多香港嘅企業進軍內地嘅市場，提高香港品牌喺內地嘅認知。4，我建議調整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嘅累計資助上限，喺符合額外條件之下，由15萬蚊提升至到20萬蚊，幫助中小企參與出口市場推廣嘅活動，包括交易會、展覽、考察團以及刊登廣告。5，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將於3月1日起，為每年營業額少於5000萬港元嘅香港企業推出一項小營業額保單嘅計劃，為出口商嘅投保增加靈活性。喺同日起嘅2年之內，計劃下保戶更可以享有保險年費嘅豁免，同埋最高20%嘅保費折扣。6，信保局繼去年調高俄羅斯、印尼、秘魯等國家嘅評級之後，將於今年3月1日上調土耳其同菲律賓嘅評級。信保局會相應提高承保呢啲國家嘅限額，並且會出口到呢啲國家嘅出口商提供更高嘅信用限額同埋較低嘅保費率。我希望透過以上6項嘅措施，支援中小企，穩住企業，減少職位嘅流失，同埋保障大眾嘅就業。教育嘅重要性係毋庸置疑，投資教育係可以令到個人
以至整個社會嘅知識水平提升。通過技能培訓，我哋亦都可以俾所有人都具備自力更生嘅條件，靠自己改善生活，實現理想。對社會整體嚟講，優秀嘅人力資源更加可以促進社會流動，增強競爭力，為經濟發展提供長遠嘅動力。跟住呢，我係會介紹投資教育同優化香港整體人力結構嘅措施。2013-14年度嘅教育經常嘅開支預計係達到630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超過1/5，係我哋開支最大嘅政策組別。優良嘅師資係提升教育質素嘅關鍵。我建議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額外注資4億8千萬元，設立獎學金，資助本地傑出嘅學生入讀海外知名大學嘅學位或者師資培訓嘅課程。我預計獎學金每年約有20個名額，獲頒獎學金嘅同學需要承諾喺畢業之後返嚟香港擔任教師，服務嘅時間係相等於佢哋受資助嘅年期，但係唔少於2年。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我哋係需要有良好嘅語文能力。1994年設立嘅語文基金一直以嚟資助唔同嘅計劃同埋活動，提高香港人嘅2文3語水平，包括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我建議撥款50億元注資語文基金，使到基金可以作出較長遠同埋較多元化嘅規劃。喺2011-12學年，有接近500名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學就讀於全日制經本地評審副學士學位同埋學士學位嘅課程。佢哋喺學習上面對嘅困難係比普通學生更加多，需要付出更大嘅努力。我建議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基金同埋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分別注資2000萬元，合共4000萬元，設立獎學金，對值得讚揚嘅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專上學生予以肯定，鼓勵佢哋喺學業同其他方面追求卓越。預計每年約100人可以獲頒呢個獎學金。我亦建議向職業訓練局每年撥款1200萬元，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購買所需嘅儀器同埋學習用具，提供心理同學生輔導，以及加強教與學嘅支援。對個人發展嚟講，職業資歷同埋學歷係同樣重要嘅。政府喺2008年推出資歷架構，貫通學術、職業同埋持續教育界別，建立4通8達、多階進出嘅學習階梯。喺資歷架構之下，我哋為不同嘅行業成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負責制定行業嘅能力標準說明，並且協助行業推廣同落實資歷架構。資歷架構提供一個平台，協助發展多元嘅職業進階，從業員因應佢嘅實踐同工作經驗，獲取唔同程度嘅資歷認可。為咗進一步提升從業員嘅知識同埋技能，以及佢哋喺勞動市場嘅競爭力，我建議每年撥款1000萬元，支持資委會嘅開展新嘅措施，包括1，為業內表現出色嘅從業員設立獎勵計劃，等佢哋參與世界不同地方嘅學習活動。2，根據能力標準說明，設計切合行業需要嘅課程同埋培訓材料，以供業界嘅使用。同埋3，加強推廣同埋宣傳資歷架構，提升各界對資歷架構嘅認可性。而家已經有19個行業家成立咗資委會，涵蓋本港46%嘅勞動人口。各行各業都需要優質嘅從業員，支持行業嘅持續發展。近年有啲行業包括建造業、零售業同飲食業都出現勞工短缺嘅問題。有業界人士要求政府效法其他嘅國家，從外地大量輸入勞工。我認為個別行業出現勞工短缺嘅問題係由於行業發展迅速，短期之內增加大量人力嘅需求，而亦都因為國勞動市場確實係存在一啲供求錯配嘅情況。
過去幾十年，香港嘅經濟增長係通過經濟升級轉型嚟帶動嘅。勞工市場靈活變通，人力質素係不斷咁提升，配合經濟結構轉變嘅需要。我哋應該先考慮點樣提供更加多適切嘅培訓課程同埋配套，引導更加多適齡嘅勞動人口投入呢啲行業，善用本地嘅人力資源，提升整體嘅生產力。各行各業嘅優質就業機會當然係應該優先留俾本地嘅勞工。不過我了解，亦都有部分行業嘅一啲工種可能係面對過渡性嘅人手短缺情況，亦都有一啲厭惡性嘅行業就面對較長期嘅人手短缺問題。政府係會按現行嘅政策同埋機制處理輸入勞工嘅問題。長期勞工短缺不但會局限行業本身嘅發展，影響就業嘅市場，更加會削弱整體嘅經濟動力。我哋必須要做好行業同勞動人口配對嘅工作。有個別行業嘅商會同持份者就改善業內嘅培訓同勞工供應嘅情況，積極咁提出建議。我認為將學員招聘、訓練、實習同埋就業配對等等工作有系統咁連貫起嚟嘅培訓計劃，加上適當嘅津貼誘因，再配合有效嘅宣傳，係可以令更加多年青人同佢哋嘅家人對行業有更深入嘅認識，有助為業界增添生力軍。以建造業為例，近年業內嘅培訓工作已經初見成效。建造業議會作為業界嘅統籌機構，一直致力業內嘅培訓。我喺2010同埋2012年合共撥款3億2千萬元，支持議會嘅人力培訓工作，包括資助承建商以先聘用後培訓嘅方式，俾學員喺工地吸取實際嘅工作經驗。對於面臨人手短缺嘅工種，就提供培訓嘅津貼，吸引新人入行。至今已經提供超過2000個培訓名額，約60%嘅學員年齡係喺35歲以下。我哋亦都會加強推廣，吸引少數族裔嘅人士加入有關嘅行業。議會有系統嘅人力培訓，加上過去10年大型建設工程嘅項目陸續推出，建造業嘅就業情況明顯改善。失業率由金融海嘯後嘅12.8%大幅回落至到最新嘅5.1%。建造業界嘅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亦都穩步上升至到13,000蚊。個別工種嘅收入更加有相當可觀嘅增長。我鼓勵其他人力需求殷切嘅行業效法建造業，推出有系統嘅培訓計劃同埋措施，吸引更加多生力軍嘅加入。行政長官喺施政報告嗰度已經展述進一步發展香港成為國際航運中心，係政府產業發展嘅重點。航運業提供大量優質而且前景可觀嘅就業機會。香港註冊嘅船公司擁有同埋管理大約2000艘商船，約全球嘅商船總數10%。本地同船務有關嘅公司亦都有另外有700家。提供船舶嘅管理、代理、融資、法律、仲裁等等嘅服務，涉及大量嘅職位。另外，香港國際機場目前亦都提供6萬多個職位。為咗支持本港航運業嘅培訓工作，我建議投放1億元成立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繼續同擴展各項計劃同獎學金，並推行其他新嘅措施，吸引青年人接受相關嘅技術訓練同埋升讀專業學位嘅課程，投身航運業，為行業建立有活力同埋具競爭力嘅人才庫。零售業係佔本地生產總值嘅4%，聘用超過30萬人。旅遊業發展蓬勃，本來係零售業嘅商機所在，但係業界人手卻日見短缺。目前空缺率係超過3%，業界未能夠挽留同埋吸引人才入行，影響到服務嘅質素，更加不利經濟嘅發展。為咗協助零售業長遠健康發展，我會成立一個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領導嘅零售業人力發展專責小組，由政府、業界同埋相關嘅機構
攜手研究經濟前景同人力供求嘅問題。小組會喺今年內完成工作，提出合適嘅具體建議。多年嚟，僱員再培訓局致力提升本地工人嘅就業能力，透過多元化嘅人才發展計劃課程，為失業同埋待業人士提供就業掛鈎嘅培訓，並且協助在職人士提升技能，俾佢哋踏上不同嘅行業階梯。2013-14年度再培訓局將會有13萬個課程學額，並且已經預留咗資源，另外提供4萬個備用學額，應付培訓機構增加或者調撥學額嘅要求。外傭徵款係僱員再培訓局嘅主要財政來源。隨住行政長官喺施政報告宣布撤銷外傭徵款，我哋需要為再培訓局提供持久而穩定嘅財政支持，使局方可以繼續提升本地工人嘅生產力。我建議向再培訓局注資150億元，長期支持該局嘅工作。為咗推動經濟發展同埋改善市民嘅生活質素，我哋會繼續籌劃同進行基建工程。喺2013-14年度，基本工程開支預計係700多億元。預計到今年3月底，我哋喺基本工程項目嘅承擔總額將會達到3100億元。交通基建方面，我哋正在興建5條新嘅鐵路。2014年，我哋嘅鐵路網絡會伸延至到西營盤同堅尼地城。2015年會落戶黃竹坑同鴨脷洲，並且會進駐何文田同黃埔。沙田至中環線已經上馬。當呢條橫跨港九新界嘅鐵路喺2018同埋2020年分階段落成之後，整個鐵路網絡將會覆蓋全港超過70%人口居住嘅地方。其他大型幹線嘅項目包括中環至灣仔繞道同東區走廊連接路。工程喺2017年落成之後，將可以舒緩現時中環至到灣仔一帶嘅塞車情況。我哋會申請撥款，將連接將軍澳同九龍市區嘅第2條隧道進行詳細嘅設計。我哋亦都計劃喺今年之內展開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嘅建造工程。南段連接路將會先行落成啟用，配合港珠澳大橋喺2016年通車。北面嘅連接路亦都會隨後完成。喺醫療方面，北大嶼山醫院嘅建造工程剛於去年年底完成，今年將會分階段投入服務。將軍澳醫院擴建工程同埋明愛醫院第2期嘅重建，亦都會分別喺今年同明年完工。我哋正在籌備重建瑪麗醫院、廣華醫院同聯合醫院，預計費用將高達250億元。此外，我哋計劃動用200億元興建同埋翻新多間公營醫院同診所嘅設施，包括興建天水圍醫院同兒童專科卓越醫療中心，以及翻新香港佛教醫院同埋重置油麻地專科診所。政府會繼續提供唔同類型嘅運動設施供市民嘅使用。喺維多利亞公園新建嘅室內暖水游泳池嘅場館係預計喺今年第3季啟用。我哋亦都將會申請撥款喺青衣興建一個設有暖水泳池嘅室內體育館。呢項工程完成之後，全港將會有25個公共暖水泳池。位於將軍澳嘅室內單車場喺今年下半年完工。我哋亦都正分階段發展連接新界東至到新界西嘅單車徑網絡，預計喺今年年底完成其中馬鞍山至到上水段嘅建造工程，並且計劃喺今年之內申請撥款，展開上水至元朗段部分單車徑嘅工程。我哋會繼續投資喺環保基建改善環境。喺水質方面，我哋已經完成淨化海港計劃嘅第1期。維港嘅整體水質已經有顯著嘅改善，而耗資176億元嘅第2期甲工程，預計可於2014年完成。為咗加強源頭減廢，我哋正積極推展大嶼山小蠔灣第1期，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計劃，將廚餘轉化成能源同埋堆肥產品，預期喺2016年可以投入服務。我哋亦都已經預留5億元設立廢置電器電子產品處理設施，同埋5個社區環保站，推動市民參與減廢嘅回收。國家嘅淡水資源係有限嘅，廣東省對東江水嘅需求亦都日益增加。面對資源缺乏嘅挑戰，我哋一方面要加強公眾教育，鼓勵市民節約用水，同時亦都要探索開發新嘅水源，使到香港喺氣候變化同埋人口增長之下，可以維持有足夠嘅用水。我哋已經喺將軍澳預留土地，並且喺去年展開喺該處設立海水化淡廠，引入海水作為水源嘅詳細規劃同埋勘查，包括可行性同埋成本效益研究。雖然呢所海水化淡廠嘅預期產水量只係佔全港用水量嘅5%至10%，我哋希望將來隨住技術嘅改進同埋成本嘅下降，海水化淡長遠嚟講可以成為我哋另外一個水源，減低我哋對其他水源嘅依賴。隨住各項大型基建工程陸續進入建築高峰期，未來數年嘅基本工程開支預計會增加至到每年超過700億元，遠高於過去5年每年平均大約400億元嘅開支。呢啲龐大嘅基建項目創造大量嘅就業機會，喺經濟前景不明朗時係尤其重要。行政長官喺施政報告已經詳細展述增加土地同埋房屋供應嘅具體策略。我會繼續過去2年嘅統籌同協調工作，擴充土地儲備。我亦都會增撥資源俾有關嘅部門，增加人手，加快處理同落實土地嘅供應。就維港以外適度嘅填海，開闢新發展區同埋岩洞嘅發展，我會投放45億元喺未來5年進行相關研究同埋設計工作，逐步開展土地開發嘅工程。政府喺私人住宅土地供應嘅目標係維持每年平均提供可興建2萬個單位嘅土地。政府來年會繼續增加土地嘅供應。喺2013-14年度賣地計劃之中，我哋納入46幅住宅嘅土地，總共可供興建大約係13600個單位，其中28幅係新增嘅土地。我哋會繼續沿用按季預先公佈政府主動賣地嘅安排，視乎市場嘅需要，靈活供應住宅土地。綜合下一年度私人住宅土地供應嘅各個主要來源，包括政府賣地嘅計劃啦、鐵路物業發展項目、市區重建局嘅項目、地契修訂換地或者係其他私人發展嘅項目。下一年度嘅房屋土地供應係可供興建約25800個私人住宅單位。發展局局長會喺聽日宣布下一年嘅賣地計劃。公營房屋方面，我哋已經係向房屋委員會提供足夠嘅土地，喺2012-13年起嘅5年之內興建79000個公屋單位，以及由2016-17年起4年之內興建約17000個新居屋單位。我喺上星期5推出2項管理需求嘅措施，防範樓市風險進一步惡化。我今日唔再重複有關嘅細節，但係大家都會同意，解決房屋問題嘅核心係增加供應。未來3至4年私人住宅一手市場預計係可以提供67000個單位，係2007年9月以嚟嘅新高。呢啲單位包括4000個仍未售出嘅貨尾單位，48000個興建中而未售出嘅單位，同埋可興建15000個單位嘅熟地項目。至於2013年嘅私人住宅供應，我預計全年係可供出售嘅一手單位數目係有24000個，其中包括我哋正在加快審批嘅12000個預售樓花單位、8000個可即時推出嘅樓花單位，同埋4000個貨尾單位。發展商一般會視乎市場嘅消化能力，調整銷售嘅步伐，唔一定喺今年全數推出呢24000個單位。
但可以確定嘅係，一手單位嘅供應已經係回升。喺外圍經濟環境仍然波動之際，我想再次提醒大家，未來利率嘅走勢係會因應不同嘅外圍因素回復上升週期。市民喺作出置業決定之前，必須要衡量本身嘅負擔能力，特別係喺按揭利息回升到正常水平嗰時，家庭收入係咪可以足夠應付供款？除咗房屋用地之外，政府亦致力增加商用土地嘅供應，提供空間俾唔同經濟嘅活動可以進一步發展。受外圍經濟放緩、經濟前景不明朗嘅影響，去年甲級寫字樓嘅租金係有回落嘅趨勢。喺2013-14年度嘅賣地計劃之中，亦都會有9幅商業商貿用地同埋1幅酒店用地，係可以提供大約33萬平方米嘅總樓面，同埋大約係300個酒店嘅房間。我哋會加快九龍東核心商業區嘅發展，完成之後係可以提供400萬平方米嘅辦公室樓面。我哋正研究加快釋放九龍東內2組政府用地作商業發展，包括研究搬遷區內相關政府設施嘅可能性。2組用地係可以提供50萬平方米嘅樓面。我哋亦都會跟機管局商討，加快推動赤鱲角機場島北商業區嘅發展。位於中環核心商業區嘅寫字樓有好大嘅需求，我哋會繼續將政府部門遷離核心商業區，騰出更加多寫字樓供應俾市場。廉政公署遷往北角之後，騰出美利道黃金地段嘅原址，喺規劃用途嘅程序完成之後，係可以發展為面積大約4萬平方米嘅甲級寫字樓。啟德發展區內興建嘅新工業貿易大樓將喺2014年年底落成。工業貿易署搬入咗之後，係可以騰空位於旺角嘅原址，提供大約係18000平方米嘅樓面，係可以作為商業嘅用途。律政司計劃喺2015年遷入舊政府總部，屆時律政司位於金鐘道政府合署嘅寫字樓將分配俾其他現時喺中環同埋金鐘商業樓宇內辦公室嘅政府部門使用，釋出區內寫字樓俾市場租用。屆時政府喺中環同金鐘租用嘅寫字樓總樓面將由現時嘅2700多平方米減至不足230平方米。我哋而家亦都正在進行重置灣仔海旁3座政府大樓，項目嘅規模咧係龐大嘅，涉及29個部門同埋超過1萬名員工。當有關部門分階段遷往西九龍、啟德同將軍澳嘅新政府大樓之後，我哋會將騰空嘅樓面出租，增加灣仔甲級寫字樓嘅供應。我哋亦都會喺適當嘅時候出售呢3座大樓，預計係可以提供175000平方米嘅樓面。社會福利、教育同醫療服務係政府開支嘅主要政策組別。喺2013-14年度，呢3方面嘅預算經常開支接近1700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嘅60%，較2007-08年度係增加咗551億元，增幅係達到50%。剛才我已經介紹過政府投資教育同優化人力資源嘅計劃，跟住我會介紹社會福利同醫療服務以及環保方面嘅主要措施。一直以嚟，政府投放大量嘅資源，提供常規化嘅福利計劃同埋服務，包括社會保障、支援長者、殘疾人士、家庭、兒童窮、青少年、促進婦女權益等各主要嘅範疇。喺2013-14年度，政府喺社會福利嘅經常開支預算高達560億元，較去年增加31%。長者係社會保障嘅主要受惠對象。為咗令本港65歲或以上有經濟需要嘅長者有更好嘅生活質素，我哋將於今年4月開始發放長者生活津貼。新津貼喺2013-14年度所需嘅額外撥款係83億元，預計會有超過40萬名長者受惠。
喺安老服務方面，2013-14年度新增或改善嘅5個項目咧係包括：一、由獎券基金撥出3億8千萬元，喺今年9月推行第一階段嘅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以錢跟人走嘅模式，向參與計劃嘅合資格長者提供資助，俾長者自由選擇所需嘅社區照顧服務。二、增撥900萬嘅經常開支，增加100個日間護理服務名額，並且延長新成立嘅日間護理中心同埋單位嘅服務時間。三、增撥7300萬元嘅經常開支，透過興建3間合約安老院舍，喺改善買位計劃下，增購甲1級嘅宿位，以及善用津助院舍嘅空間，提供大約600個新增資助嘅宿位。連同較早時前已經獲批款增加嘅資助宿位，喺2012-13年度至2015-16年度將有2300個新增資助宿位咧係陸續投入服務。四、增撥1億6400萬元嘅經常開支，將7000個持續護理宿位嘅資助金額提高1成，俾院舍可以向長者提供更適切嘅服務。並且將津助院舍內其他7850個普通宿位提升為持續護理宿位。同埋五，因應院舍服務嘅增加，我建議喺2013-14年度起5年間增撥1億6千萬元，俾社會福利署加開10班2年全日制社福界登記護士嘅訓練課程，提供超過1200名培訓名額，增加登記護士嘅人手，應付社福界院舍對登記護士嘅需求。來年投放喺支援殘疾人士康復服務嘅經常開支將達44億元。喺2013-14年度新增嘅服務包括5方面：一、增撥3560萬元經常嘅開支，增加145名住宿同埋145個日間訓練名額，加強對殘疾人士嘅照顧同埋提供所需嘅訓練。二、增撥6790萬元經常嘅開支，增加殘疾人士院舍同埋日間訓練中心嘅人手，切合高齡服務使用者嘅需要。三、增撥2億300萬元經常嘅開支，將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常規化，同時將服務擴展至到全港各區輪候同非輪候院舍嘅嚴重殘疾人士，為居住喺社區嘅嚴重殘疾人士提供以家居為本嘅照顧服務。四、增撥480萬元經常開支，優化職業康復服務同埋就業支援，用作提高殘疾人士喺在職培訓嘅計劃同埋陽光路上培訓計劃下嘅就業見習津貼同埋在職試用工資補助金。同埋五、額外撥款590萬元，添置6輛康復巴士，使到車隊嘅車輛數目增加至到135輛，進一步改善殘疾人士嘅特別交通需要。政府喺2011年年初成立關愛基金，透過政府注資50億元同埋商界嘅捐款，基金已經推出咗18個項目，為10多萬生活上有困難嘅人士，包括一啲處於政府現行社會安全網以外嘅人士，提供適切但係有時限嘅援助。我建議向關愛基金再注資150億元，連同基金原本50億元嘅政府注資，預計每年投資回報係超過10億元。我相信扶貧委員會係可以有效咁善用呢筆注資，推展保留實維嘅扶貧工作，繼續推行同埋優化已經被評估為有效但尚未納入政府常規資助同埋服務嘅項目，以及進一步推出新嘅援助項目同埋先導計劃。有12年歷史嘅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係現行退休保障制度下嘅3根支柱之一。我哋現正聯同強積金管理局通過短、中同埋長期措施，包括推動電子化安排、
整合僱員戶口以及精簡強積金基金嘅種類同埋數目等，減低行政成本。同時亦都盡量發揮市場嘅力量，令收費下調。積金局正同步擬備方案，以便喺市場失效時引入收費水平嘅上限，並爭取喺本年之內展開公眾諮詢。近幾個月，社會上對退休保障有唔少討論。扶貧委員會嘅社會保障及退休保障專責小組會仔細探討呢個複雜嘅問題。我希望社會各界會以理性、務實、審慎嘅態度去探討呢個課題，顧及公共財政嘅可持續性，以及對下一代可能造成嘅財政壓力。喺2013-14年度，我哋喺醫療衛生嘅經常開支。司長請停。梁國雄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梁國雄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頭先真係打嚟。請議員保持肅靜。財政司司長，多謝主席。喺2013-14年度，我哋喺醫療衛生嘅經常開支係達到490億元，係比2012-13年度係增加27億元。增幅當中有大部分係向醫院管理局新增嘅經常撥款，用作改善同埋增加各項適切嘅公營醫療服務。為咗進一步應付越嚟越大嘅醫療需求，醫管局會喺來年增加290張急症病床同埋康復病床，以及普通科門診嘅偶發性疾病診病名額。醫管局亦都會優化輪候名冊嘅管理，縮短病人喺專科門診嘅輪候時間。長者嘅醫療服務方面，醫管局會加強退化性疾病嘅治療，配合人口高齡化嘅服務需求。政府一向致力推廣精神健康，我哋近年推出咗多項措施，加強對精神病患者嘅社區支援，促進佢哋康復同埋重新融入社區。為咗加強對嚴重精神病患者嘅社區支援，醫管局喺2010年4月推出個案管理計劃，目前服務涵蓋全港12個地區。計劃推出以嚟，我哋已經為超過11000名精神病患者提供深入同個人化嘅社區支援服務。醫管局會喺2013-14年度將服務擴展至到另外3個地區，並會喺未來2年進一步將計劃推展至到全港所有嘅地區。社會福利署會獲增撥1250萬元，增加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嘅人手，配合醫管局推展呢項計劃。另外，我哋會動用80億元重建葵涌醫院，加強為精神病患者提供適切嘅照顧同埋支援。喺下一個財政年度，我哋會提供額外4400萬元，將2種用於治療癌症嘅化療藥物納入藥物名冊，並且擴大2種專用藥物嘅應用範圍，用以治療晚期柏金遜症同埋癌症病人。繼去年政府向撒瑪利亞基金注資100億元之後，病人申請藥物資助嘅經濟評估準則已經喺去年9月放寬，令更多有需要嘅病人可以受惠。環保同保育係施政報告其中一個主要政策嘅範疇，改善環境係香港可持續發展嘅重要元素，需要市民同埋政府共同承擔。我哋下一個工作重點係改善路邊空氣嘅質素。行政長官喺施政報告中
建議預留100億元，透過資助同埋管制雙管齊下嘅方式，分階段淘汰歐盟4期前嘅高污染柴油商業車。我已經預留資源推行呢項計劃。環境局現正就建議嘅詳情諮詢立法會相關運輸行業同埋其他持份者。行政長官喺施政報告中亦都建議為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注資50億元，支援社區提出嘅環保活動。我已經作出撥備，注資環保基金，提供資助，進一步提供公眾環保嘅意識，推行環保科研，以及促進公眾參與環保嘅活動。喺諮詢期間，政黨同市民就舒緩同寬減措施係提出咗唔少建議。對我哋近年推出一啲一次性嘅舒緩措施係咪應該延續，意見紛紜。我明白市民大眾，特別係基層嘅市民，係希望政府能夠幫助佢哋減輕所面對嘅生活重擔，舒緩壓力。有啲評論就認為不宜作一次性嘅派發，資源應該為適當嘅政策提供恆常嘅資助，幫助有需要嘅市民。我要強調，恆常嘅措施應該係由政策主導、財政配合，而一次性嘅措施同政府其他嘅開支一樣，必須要緊守審慎理財嘅原則，應使則使，而唔係為使而使，更加唔應該係胡亂咁使。呢啲一次性嘅措施，微觀上當然係可以幫助市民大眾應付當前嘅生活壓力。宏觀嚟講，呢啲反週期嘅措施係可以應對短期嘅經濟波動，維持消費嘅動力，支撐就業嘅市場。去年財政預算案提出嘅措施對本地生產總值嘅提振作用，有助保持本地經濟增長同埋維持失業率喺低嘅水平。喺未來一年，由於外圍經濟前景未明，各國嘅量化寬鬆措施係會增加通脹上行嘅風險。我認為今年度仍然係有需要推行一啲刺激經濟嘅措施。我亦聽到唔少中產人士嘅聲音，佢向我表達應付租金、醫療、供養父母、子女教育等等各方面嘅支出壓力係沉重。希望我可以考慮個別嘅專項嘅稅項扣減措施。我覺得中產家庭應該係得到一定嘅支持，但我想大家都了解，政府係唔可能一一回應每一項嘅訴求。政府亦都要考慮整體嘅財政承擔同埋資源分配嘅公平性，所以我傾向係以較簡單直接嘅一次性嘅減稅同埋增加免稅額嘅方式嚟回應中產家庭嘅不同訴求。唔少商會同中小企亦都向我表示，租金同各項成本嘅上升對企業嘅經營造成一定嘅困難。佢哋建議政府推出紓困措施，包括減低某水平盈利以下嘅中小企利得稅稅率。我考慮過呢啲建議，現時嘅利得稅稅收來源集中於少數嘅企業，接近90%嘅公司係無需繳稅。如果我哋將餘下要繳稅嘅企業以不同嘅稅率再劃分，有實際上嘅困難，並且會令我哋簡單嘅稅制變得更加複雜，而低盈利嘅企業亦都得益不大。衡量有關稅項建議對個別企業稅基同稅收嘅影響，我傾向係以比較簡單直接嘅一次性減稅方式嚟回應商界嘅訴求。我建議以下一次性嘅措施：一、寬減2013-14年度全年嘅差餉，以每戶每季1500蚊為上限。估計有大約70%半嘅物業喺該年係不需要繳交差餉。呢一項建議係會令到政府收入減少116億元。二、寬減2012-13年度75%嘅薪俸稅同個人入息稅，上限係1萬蚊。全港153萬名納稅人會受惠。有關扣減會喺納稅人2012-13年度嘅最終應繳稅款反映。呢項措施係會使政府少收84億元嘅稅款。三、向每個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1800蚊嘅電費補貼，涉及政府開支45億元。四、向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高齡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同埋傷殘津貼嘅人士發放額外嘅津貼，金額相當於1個月嘅綜援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者係傷殘津貼呢方面嘅額外開支呢係27億元。5. 代繳2個月公屋租金，其中政府會為需向房委會繳交額外租金嘅租戶繳付單位2個月嘅基本租金。至於居住喺香港房屋協會乙類單位嘅非長者住戶，政府會為佢哋繳交2個月租金嘅2/3。呢項措施涉及開支22億元。6. 我喺去年預算案預留1億元嘅撥款，延續並且改善短期食物援助服務。勞工及福利局會喺下個財政年度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如果有需要嘅話，政府會再增加1億元嘅撥款。同埋7，容許所有喺2013年完成課程嘅學生貸款人，可以選擇喺完成課程1年之後先至開始償還學生貸款，舒緩佢哋畢業初期嘅財政負擔。為咗減輕市民養育子女嘅負擔同埋鼓勵個人進修終身學習，我建議1，將基本同額外子女免稅額由現時63,000元提高至到7萬元。調整之後，2013-14年度初生嬰兒喺出生年度嘅免稅額將為14萬元，預計惠及30萬名納稅人。政府每年收入係會減少4億1千萬元。同埋2，將個人進修開支扣除額嘅上限由現時6萬蚊提高至到8萬蚊，預計受惠嘅納稅人有6000名，政府每年收入會減少1000萬元。面對外圍經濟不穩定同埋經營成本上升，除咗早前提及嘅6項支援中小企措施之外，我建議推出以下2項協助企業嘅一次性措施。1，寬免2013-14年度商業登記費，俾120萬名經營業務嘅人士受惠，政府嘅收入會減少21億元。同埋2，寬減2012-13年度75%嘅利得稅，上限係1萬蚊。有關扣減會喺2012-13年度最終應繳稅款反映。全港119000名利得稅納稅人係會受惠，政府嘅收入係會減少10億元。以上11項嘅舒緩措施，一共涉及330億元，應該可以幫助香港嘅中產同埋基層市民以及中小企業舒緩壓力。香港嘅人均壽命係持續咁延長，人口高齡化所帶嚟嘅挑戰呢，我哋係不容忽視嘅。去年65歲或以上嘅長者數目係98萬，佔全港。回水可恥！司長，停一停。陳偉業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回水可恥！陳偉業議員。回水。陳志全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拒絕回水可恥！繼續利益輸送大財團可恥！繼續輸送利益俾大財團可恥！花費可恥！呢次咧，厚顏無恥！輸送利益俾大財團可恥！阿長毛啲聲係響好多。財政司司長，多謝主席。香港嘅人均壽命呢係持續咁延長，人口高齡化所帶嚟嘅挑戰呢，我哋係不容忽視嘅。去年65歲或以上嘅長者數目係98萬，佔全港人口1/4。呢個比例將會持續增加。根據最新嘅推算，到2041年，長者數目將大幅增加至到256萬，佔全港人口嘅30%。至於老年撫養嘅比率，香港喺80年代初係10名適齡工作人士，即係15歲至到64歲，支援1名長者。今日就跌至到5個人支援1個人，到20年之後更加會減至2個人
支援一個人。長者人口比例嘅增加，令到醫療、福利等開支急速上升，同時勞動人口比例減低，經濟活力下降，增長動力放緩，對政府收入同埋公共開支嘅可持續性會有深遠嘅影響。按現時人口趨勢嚟睇，2020年代香港經濟嘅增長動力勢必持續減慢，顯著低過過去10年4.5%嘅趨勢增長率。政府目前投放喺醫療同社會福利嘅資源佔政府經常開支嘅40%。喺照顧長者方面嘅支出，以2012-13年度為例，就社會保障、安老服務同埋醫療服務嘅預算開支高達434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嘅16%。隨住人口高齡化，呢啲開支勢必大幅上升，無論喺病床、院舍還是係社區安老照顧等方面嘅需要，都會大幅咁增加。我預期隨住長者數目增加，就業人口持續萎縮，納稅人數減少，經濟增長減慢。若果稅制維持不變，政府收入嘅增長就會大幅放緩，而福利同醫療開支就會急速上升。我哋將會面對一個入不敷支嘅情況。有人認為喺收入不足以應付支出嘅情況，豐厚嘅財政儲備正好為香港提供充裕嘅後備資金。我認為呢個說法唔係錯，只係比較片面。短期嘅財政波動當然係可以利用儲備嚟解決，但係財政儲備唔係恆常嘅收入，而係政府可動用嘅全部資金，用完即止。長期耗用呢個儲備嚟應付不斷膨脹嘅經常開支係不能夠持久嘅。經常性嘅支出需要依賴可持續嘅收入嚟應付。儲備既係要應付我哋嘅服務開支，亦都需要喺經濟逆轉時發揮緩衝嘅作用。以1998至2004年間嘅5年財赤為例，儲備由原來嘅相當於政府28個月嘅開支，降至2004年時相當於13個月開支嘅水平。此外，大家熟悉嘅財政儲備數字並未扣除政府已經知悉嘅負債、已承諾嘅開支同埋各類型或有嘅負債，包括3000多億元嘅基本工程項目、1000億元已經提供嘅保證，以及現值大約係6000億元嘅公職人員法定退休金。呢啲款項雖然唔係喺短時間之內一次過要付清，但當我哋考慮特區整體嘅財政狀況嗰時呢，唔能夠只片面睇我哋嘅儲蓄、我哋嘅儲備，而唔理會背後嘅負債同埋負擔。放眼世界，唔少經濟體都會同樣面對長遠公共開支飆升嘅問題。有啲國家會利用現有嘅資源為未來作籌劃，將部分嘅財政盈餘或其他收益同資產常規咁儲存起嚟。我會成立一個由庫務科領導嘅工作小組，並邀請學者同相關嘅專家加入，一同研究點樣喺公共財政上為人口高齡化以及政府其他長遠嘅財政承擔作出更加周全嘅規劃。小組會喺今年年底前向我提交報告。由1997-98至到2013-14年度，政府開支由接近2000億元增加至到超過4000億元，升幅係超過1倍。經常開支就由1500億元增加至到2900億元，增幅係接近1倍。而同期嘅本地生產總值就只係增加咗60%。我哋運用公共資源嘅方針一向係以務實為重，按實際需要同埋按次同埋優次嘅緩急投放資源，同時顧及財政可持續性。喺推行任何新政策同埋措施嗰時呢，特別係涉及長遠財政承擔嘅項目，政府必須要先作出周全嘅考慮同埋適當嘅諮詢。為咗確保公共財政嘅持續性、審慎理財，我哋必須要嚴格控制開支嘅增長，絕唔可以盲目咁提高支出，無視我哋嘅低稅制。我哋目前嘅收入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嘅20%左右，難有大嘅突破。
近年我哋嘅公共開支亦處於相若嘅水平。按量入為出嘅原則，若果政府要將開支限制提升，政府收入亦都要相應咁增加，即係增加稅收或者係作出借貸。我覺得兩者都具有相當大嘅爭議性。大幅加稅係會改變我哋一直賴以成功嘅簡單稅制同埋低稅率，削弱香港整體嘅長遠競爭力。此外，大幅加稅對市民同埋企業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喺考慮任何加稅嘅建議時，我哋必須要小心衡量嘅利弊。金融海嘯之後，唔少歐美國家先後陷入財困，主要嘅成因係佢哋嘅政府長期理財失策、福利措施過度膨脹，以致開支過大、債台高築，最終令到國家陷入經濟危機，需要透過緊縮開支削赤。香港必須要引以為戒，維持有效嘅財政管理同埋紀律，緊守量入為出、應使則使嘅原則。如果我哋盲目咁樣增加開支，今日嘅支出最終只會成為下一代沉重嘅負擔。我哋需要保障政府有穩定嘅收入，包括維持稅收同埋確切執行用者自付嘅原則。稅務收入係佔政府總收入嘅60%多，以2013-14年度計，數額係2800多億元，當中2/3係來自直接稅，即係利得稅、個人入息課稅、物業稅同埋薪俸稅，而另外嘅1/3就係來自間接稅，好似差餉、汽車首次登記稅同埋應課稅品稅。喺維持現行嘅低稅率同埋簡單稅制嘅大前提之下，我哋會致力保障應課稅款係唔會流失。為此，政府會透過審核同調查嘅機制，審視納稅人所申報嘅稅務資料，針對小報或者漏報嘅個案，向納稅人徵收補繳稅款同埋罰款。喺2011-12年度，稅務局一共係收取約68億元補繳稅款同埋罰款，較前一年係增加咗76%。稅務局係會繼續打擊逃稅同避稅嘅行為，並且會藉住加強應用資訊科技、員工培訓同埋調整調查策略，提升工作嘅成效。間接稅當中嘅煙草稅每年收入超過40億元，而汽車首次登記稅就超過70億元。近日我哋發現非法販賣走私香煙嘅主要手法已經係由路邊兜售轉為電話銷售，令到執法工作係更加困難。另一方面，為咗逃避汽車首次登記稅，有汽車銷售商就汽車銷售價格係作出虛假嘅申報，損害政府嘅稅收。為咗保障煙草稅同埋汽車首次登記稅嘅收入，海關會來年增配人手，加強打擊走稅。政府向個別市民或者機構提供嘅服務，一般係按照用者自付嘅原則收費。數千項收費項目之中，涵蓋各式各樣嘅牌照費、證件簽發費、簽證註冊費，個別嘅收費水平只及成本嘅30%，其中有近1000多項係自回歸以嚟都冇調整。喺1997-98年度，按政府服務成本釐定收費嘅項目，涉及收入大約係120億元，相當於政府當時收入嘅4%。喺2011-12年度，相應收入只有100億元，比例亦都只係2%。為免用者自付收費項目變為補貼，我哋需要有系統咁進行檢討。我會要求各個政策局同部門檢視各自嘅收費項目，並且提交未來1-2年嘅調整計劃。首先處理嘅係一啲唔會直接影響民生，但多年嚟未有調整嘅項目，例如除害劑許可證費、騎馬場地牌照費、動物及禽鳥展覽臨時許可證費，以及一啲收回成本較低嘅成本率較低嘅項目，例如簽證費同埋儲存危險品牌照費。政府會適時適度調整收費，唔會作一次過大幅嘅調整，以免影響民生。
政府亦都會繼續嚴格控制成本，盡量減少增加收費嘅需要。我希望社會各界能夠本住公平客觀嘅原則，考慮各項調整收費嘅建議。喺去年年初制定2012-13年度預算案嗰時咧，環球經濟嘅境況係不佳，出口疲弱，本地嘅經濟係放慢。我就政府收入作出審慎嘅預測，但1年後嘅今日，經濟預測係準確嘅，但係實質收入咧係遠超過我哋本來嘅預測。唔同嘅項目嘅收入都超越本來嘅預算。去年經濟波動，但係本地嘅企業抵禦嘅能力咧確實係堅韌。政府收取嘅入息及利得稅係比預期高出248億元。政府加快賣地，增加土地供應，地價嘅收入咧亦都係較預期增加咗91億元。本年度首3季嘅樓市交投亦都係比較活躍，加上第4季股市嘅交投係暢旺，印花稅嘅收入咧係比預期多出咗60億元。另外，西鐵物業發展有限公司派發嘅股息係比原來估計多約100億元，呢啲都係較預期為高嘅收入。2012-13年度政府收入嘅修訂預算係達到4455億元，係較原來預算係高出552億元。喺政府支出方面，我預計修訂嘅預算係3806億元，係較原來嘅預算係低3%，即係131億元。總括嚟講，我預計2012-13年度嘅盈餘約為649億元。財政儲備喺2013年3月31日預計就係7340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嘅36%，或者政府23個月嘅開支。2013-14年度嘅政府經營開支預計就會係3520億元。當中2913億元係經常開支，較2012-13年度嘅修訂預算分別係高出15.5%同10.5%。非經營開支預計係880億元，其中包括701億元嘅基本工程開支。我預計政府總開支將達到4400億元，較2012-13年度修訂預算增加15.6%。公共開支將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嘅21.7%。2013-14年度嘅開支增幅，無論係總開支還是經常開支，都係遠高於2013年嘅名義本地生產總值5.5%嘅預期增長，反映新一屆政府係貫徹應使則使嘅原則，為市民提供合適嘅服務。2013-14年度嘅總收入預計就係4351億元，利息及利得稅預計係1894億元，係我哋主要嘅收入來源。賣地收入預計係690億元。總括嚟講，來年帳目預計係會錄得49億元嘅輕微赤字，大致係收支平衡。喺2014年3月底，財政儲備預計係7291億元。大約係本地生產總值34%，或相等於20個月嘅政府開支。中期嚟講，香港經濟喺2014-17年4年間，每年平均實質增長係4%，基本通脹率平均係3.5%。喺2014-15至到2017-18年度，經營帳目係會出現盈餘嘅。但係隨住基建項目支出持續咁上升，非經營項目整段時間都會出現赤字。喺2018年3月底，我預計會有8503億元嘅財政儲備，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嘅31%，或者21個月嘅政府開支。主席，自回歸以嚟，香港嘅經濟經歷數次大起大落，包括2次驚心動魄嘅金融風暴。我哋能夠安然度過，絕非係僥倖使然，而係有賴香港過去幾代人花上幾十年時間建立良好嘅機制同埋穩健嘅經濟基礎所致。
使到香港避免好似歐美國家一樣出現嚴重嘅財赤問題，被迫大幅度咁削減公共開支。推動經濟創造財富，俾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改善生活、實現理想，係政府一直以嚟重視經濟發展嘅原因。香港目前已經係發展得相當成熟嘅經濟體，相對於70、80年代嘅高速經濟增長，我哋今日嘅增長速度無可避免係會較慢。而面對全球激烈嘅競爭，我哋仍然要努力尋求新嘅增長點，否則我哋只會原地踏步，落後於人。喺我年輕嘅時候，香港生活環境係不如今日，唔少人住喺木屋區、徙置區，屋企未必有煤氣、電力，甚至係食水嘅供應。瞓嘅木板床、帆布床係要朝行晚拆，每朝伸一伸懶腰就要返學上班。今日我哋嘅生活環境已經係改善咗唔少。當然，量度今日嘅生活水平唔應該再用昔日嘅標準。同樣咁，公民社會發展亦都係迅速，社會價值亦都係隨之轉變。今日嘅香港人，特別係我哋年輕嘅一代，渴望建立公平、公義、人人活得有尊嚴嘅社會，期望弱勢社群係得到照顧。我認同呢啲目標，但係要創造理想嘅社會，我哋必須要先為佢創造條件。其中一個關鍵就係解決資源何來呢個核心問題。一位政治家曾經講過，要遙望繁星，也要腳踏實地。呢個說法適用於今日嘅香港社會。簡而言之，就係要實事求是，要改善基層市民嘅生活，透過再分配財富，或者係可以即時生效。但係歐洲近年嘅教訓講俾我哋知，福利主義缺乏延續性嘅弱點。通過發展經濟，創造有質素嘅就業機會，大力投資教育以及職業培訓，維持社會向上流動嘅動力，俾每一個人都有平等機會靠自己雙手改變命運，係我長久以嚟嘅基本信念。我相信亦都係每一位香港人嘅信念。電影、電視劇中嘅香港幾乎都可以見到車水馬龍嘅馬路、熙來攘往嘅行人，夾雜住人聲車聲，俾人感覺到香港嘅城市脈搏。長久以嚟，我哋嘅社會喧鬧多變，亂中有序，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咁作出抉擇。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700萬人過住700萬種唔同嘅生活，睇嚟好似係各不相干，但人同人之間一啲共同嘅信念、互通嘅價值，俾我哋係能夠連結起嚟，凝聚成一股推動香港一直向前嘅力量。香港人無論出生喺咩嘅年代，身處於咩嘅崗位，都會認同積極、樂觀、自強不息嘅生活態度，唔會輕易向命運低頭。憑住呢一份信念繼續向前，我相信我哋會有更美好嘅明天。多謝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嘅待議議題係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按照議事規則，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現在中止待續。二讀辯論之前，恢復二讀辯論之前，預算案交由財務委員會審核。議員議案，梁君彥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E 條第2款動議議案，察悉提交本會省覽嘅內務委員會第11、12至13號報告內嘅2012年電訊器具豁免領牌修訂令。有意就議案發言嘅議員，請你按下要求發言嘅按鈕。我現在請梁君彥議員發言以及動議議案。梁君彥議員。主席，本人謹以內務委員會主席嘅身份，根據議事規則第49E2條，動議印載喺議程內嘅議案，讓議員就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11、12至13號報告內嘅2012年電訊器具豁免領牌修訂令進行辯論。主席，我謹此陳辭。
現在向各位提出嘅待議議題係梁君彥議員動議嘅議案，已通過。我現在請審議有關附屬法例嘅小組委員會主席莫乃光議員發言。莫乃光議員。主席，本人謹以2012年電訊器具豁免領牌修訂令小組委員會主席嘅身份，匯報小組委員會嘅商議結果。有關嘅修訂令喺旨在修訂主體命令，以撤回對售賣、輸入或者輸出1895至到1906.1兆赫頻帶內操作嘅個人手提電話系統下稱 PHS 器具嘅豁免領牌安排。該修訂令並為有關設置同埋維持該等器具，以及管有同使用該等器具現行嘅豁免領牌安排，定下過渡安排。小組委員會同政府舉行咗2次會議，就該項附屬法例作出討論。委員普遍支持該項修訂令，以便當局可以重新善用有關頻帶內嘅頻譜。小組委員會曾經討論就而家喺本港使用 PHS 器具嘅數目作出估算，考慮到該等器具嘅預計使用壽命、2010年市場調查嘅結果，同埋最新一輪嘅 PHS 信號測量，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下稱通訊辦估計目前仍然在使用嘅 PHS 室內無線電話只有800個大約，而到2014年年初仍然運作嘅該等電話唔多於50個。部分委員建議當局應該延續對管有或者使用 PHS 器具嘅豁免領牌安排，以盡量減少對現有使用者嘅影響。部分其他嘅委員就建議喺修訂令生效後，准許管有或者使用該等器具嘅3年過渡期安排延長到5至7年。政府當局認為延續有關嘅豁免領牌安排做法並不可取，因為 PHS 器具產生嘅無線電信號或者會干擾其他獲發牌嘅電訊器具以及 3G 同 4G 電訊服務基站嘅信號。由於無線電頻譜係珍貴嘅公共資源，延長過渡期嘅做法並不可取，因為當局嘅政策目標係促進以最具效益嘅方法使用電訊無線電頻譜。部分委員對於通訊辦喺豁免領牌嘅安排，隨住修訂令嘅生效而撤銷之後就非法管有或者使用 PHS 器具作家居用途所採取嘅執法行動表示關注。當局向委員保證，任何人士如果不知情而干犯有關嘅罪行通訊辦係將不會提出檢控，而只會充公有關嘅器具。呢個做法係同當局嘅執法慣例相符。主席，以下係本人嘅個人意見。其實取消好似 PHS 呢種使用量不高不多嘅器具嘅豁免領牌安排係唔應該有乜嘢嘅爭議嘅。不過委員會嘅議員都表示佢哋要格外小心，以免喺通過條例之後先至發現政府原來包括咗啲咩魔鬼嘅細節。行政立法嘅互信如果跌到咁嘅地步雙方但係特別係行政主導之下主導提案嘅政府係需要好好反省。的確，通訊辦喺我哋首次會議之後進一步提供 PHS 使用量嘅估計等等，同埋澄清檢控嘅政策之後委員都對取消豁免領牌並無異議。我想喺呢度感謝通訊辦嘅人員同埋委員佢哋對委員會提供嘅協助。不過我亦都想藉此機會表達我對香港電訊嘅頻譜管理嘅政策嘅關注。呢次取消 PHS 器具嘅豁免領牌安排嘅最終目的係攞翻啲頻譜翻嚟分配喺未來係提供 IMT， 即係國際流動電訊標準嘅服務。喺我哋面對流動數據服務需求不斷增加之下頻譜的確係我哋非常之珍貴嘅資源。頻譜同埋流動電訊服務就好似我哋嘅土地同房屋供應，頻譜同土地都係等於麵粉，以造成流動服務同埋房屋呢啲麵包。要解決房屋供應問題，亦都唔可以只係靠嗰啲辣椒雙辣椒，始終係要增加土地供應。同樣地，流動電訊服務
亦都係要以增加頻譜供應為上策，而非咧向擁有現有頻譜嘅營運商打主意，反而咧係會對消費者所得嘅服務嘅質素同埋穩定性咧有不良嘅影響。除咗增加頻譜咧，仲要增加頻譜市場嘅彈性，例如引入頻譜交易制度。據我向電訊商嘅了解咧，佢哋都係支持香港引入呢啲嘅制度，因為咁樣先至係增加有效競爭嘅上策，而非單求增加營運商嘅數目。主席，我再次多謝通訊辦同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嘅官員嘅合作，我謹此陳辭。有冇其他議員要發言？如果冇呢，現在議員發言完畢。我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發言。局長發言之後，辯論即告結束。局長。多謝主席。首先，我感謝小組委員會就仔細同埋詳盡討論有關2012電訊器具豁免領牌修訂令嘅內容。我亦都好多謝剛才莫乃光議員嘅發言。我喺呢度咧係作扼要嘅回應嘅。個人手提電話系統 PHS 器具咧係自1997年喺香港推出以嚟咧，使用嘅情況咧並不普及㗎。前電訊管理局喺2010年9月進行嘅市場調查，發現本地市場咧並冇 PHS 嘅器具出售，而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嘅通訊辦咧對PHS 頻帶即係1895至1906.1兆赫使用嘅情況嘅監察咧，亦都反映咗本港操作嘅 PHS 器具極少啊！呢個咧都顯示咗有關無線電頻譜未能夠得以係善用。無線電頻譜咧係珍貴嘅公眾嘅資源，為咗促進以最具效益嘅方法咧去運用無線電頻譜咧，我哋認為應該咧係撤銷編配該頻譜俾 PHS 嘅器具，以騰出頻譜咧用以應付社會對流動通訊服務日增嘅需求。隨住立法會完成審議呢一項嘅附屬法例咧，有關嘅修訂將會咧係於通訊事務總監以憲報公告指定嘅日期咧起咧係實施嘅。而根據目前嘅工作嘅計劃咧，我哋係預期會將呢個嘅修訂令咧定於夏季嘅中旬係生效嘅。主席，我謹此陳辭。根據議事規則第49E 條第9款，我不會就議案提出待決議題。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2013年3月20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